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59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59天，也是哈梅内尔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59天。当然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穆杰塔巴已经变成了烧焦的植物人，但是伊朗方面释放出来信息，穆杰塔巴应该还是活着的。具体他的健康状况，我想要不了多长时间会大白如天下。这么藏着也不是个事伊朗的局势终于在伊朗这个6000年文明的这个指导下，不仅把特朗普绕晕了，我想把伊朗自己人也绕晕了。把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这个周末一顿眼花缭乱的这个操作也是难为了这个阿拉格齐，来回跑，既要给美国人希望，想拉住美国人谈判，又要向国内的盘盘们树立一个强硬的形象，对吧？美帝特朗普不得不屈服伊朗强大的压力，对吧？被迫返回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奈何美国还是年轻，虽然特朗普已经老了，但是美国很年轻，看不懂这6000年的文明，所以特朗普直接耍起了小性子，居然不陪伊朗玩游戏。特朗普说，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别绕弯子，不要再麻烦巴基斯坦了，来回传话，也不要让维特科夫库什纳一趟又一趟的飞18个小时又费钱又费精力跑去瞎耽误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想谈，他们可以来找我们或打电话给我们。那是言下之意，不要你在那儿捣鼓巴基斯坦了，你放过人家，巴基斯坦也不容易。我们有很好很安全的线路，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通话是很安全的。在核问题上，特朗普说美方将在谈判中处理伊朗核材料问题，并将其作为关键议题之一。同时他表示希望伊朗方面做出明智的选择，也就是希望伊朗方面现在头脑清醒，不要再在那儿想东想西了。特朗普还说伊朗战事将很快结束，并称美国将取得胜利，所有的牌都在美国手上。当然了，特朗普说伊朗战事很快结束，这个恐怕又是烟雾弹，伊朗人还是得小心。简单点说，特朗普的这个应对伊朗的招数现在就简化成一条，有事打电话，对吧？我在电话这里头等着你。同时特朗普还说，他说伊朗还有大约3天的时间，一旦他们没有空间储存石油，他们的石油基础设施就会爆炸，他们将被迫关闭石油设施，事后恢复将非常困难，只能以 50% 的产能运作。伊朗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会获胜。至于这个伊朗的石油不能出口，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导致伊朗叫石油爆仓，这就是爆仓。咱们天天说爆仓，实际上它这就是爆仓。你采出来油没地方放，所有的瓶瓶罐罐都灌满了。伊朗现在拉好多油轮，现在都开始灌满油停在海上，一艘大的油轮能装个200万桶。一旦所有的能装的这些库存装满之后，伊朗就得减产甚至停产。一旦减产停产，那很多油井它就很难恢复，相当于你要开采要重新打井，这个损失非常大。那这个伊朗人到底在玩什么东西？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齐周末先是去了巴基斯坦，去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放风，我不是跟美国人谈判，我是跟巴基斯坦访问。去了巴基斯坦之后，他的一批这个代表团成员就返回德黑兰去请示汇报去了。实际上阿拉格齐第一次去，就是这个周末第一趟去巴基斯坦，跟穆尼尔还有巴基斯坦总理实际上是在谈判，巴基斯坦向美国传话，就这么个事。所以特朗普对媒体说是他取消了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个旅行。为什么？因为传来的这个消息这个条件不好，没有必要去。但特朗普叫停了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以后，伊朗人说立马又传了一个版本，说条件好得多，但是特朗普还是不同意。那伊朗人没有办法，一批人回去汇报去了。阿拉格齐就飞到安曼，在安曼的首都聊什么？实际上就是聊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的航道还在安曼那边，他要跟安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提出一个议案，一个想法。这个安曼就说了，说你要想管这霍尔木兹海峡，光安曼不行，又涉及到沙特阿拉伯，所以又把沙特拉进来。这个阿拉格齐立马给沙特的外长打电话，
就聊到共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沙特说了，你光把我拉上也不行，你还得拉上那个卡塔尔，这是跟卡塔尔也有关系。所以说现在伊朗、阿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这4方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都有关联。那伊朗人阿拉格齐打了一圈电话，又跑到巴基斯坦去了，这就是周6跑到巴基斯坦，那大概就跟巴基斯坦说霍尔木兹海峡共管的问题，让巴基斯坦再给美国传话。特朗普已经毫无耐心，别费劲了，你就是打电话，要不你就自己来，费那劲。那巴基斯坦的媒体他披露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这个伊斯兰堡来回这么跑，到底跑啥？这是新华社转载的，说巴基斯坦资深记者阿布萨尔阿拉姆海德尔2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天之所以再次到访首都伊斯兰堡，是因为阿曼方面提出一项重要提议。阿布萨尔阿拉姆写道，转折发生在阿拉格齐与阿曼方面的会晤中，阿曼提议无论制定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何种新机制，都应该让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外交消息人士称，一旦沙特参与进来，卡塔尔也会被纳入考虑范围。按照这条贴文的说法，阿拉格齐因而中途改变行程，返回伊斯兰堡，向在美伊之间担任中间人的巴方转交一份提议，内容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构建新安全合作机制的条件。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证实，访问阿曼期间，他与阿方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日与阿拉格齐通电话，还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按照惯例，如果只是说双方通了电话，没说内容或者没说成果，那就说明没有成果。但凡有点成果，一定要说出来的。也就是说，阿拉格齐阿曼打电话给去阿曼访问，给这个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打电话，是没有取得任何共识的。也就是人家对什么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不感兴趣，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什么安全机制，外甥打灯笼照旧，对吧？战前怎么弄就怎么弄。伊朗人绞尽脑汁想在霍尔木兹海峡拦路收费，恐怕阿拉伯这个国家没有人同意，没有人支持他。我们再看这个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7日凌晨报道说，伊朗已向斡旋方就是巴基斯坦提出一项分3阶段推进的谈判框架，并表示若美国接受这一方案，谈判即可恢复。咱们前几天也说了，伊朗人不是不谈判，这个伊朗的谈判还印度的谈判总是吹牛是吧？说伊朗人今儿不谈判，伊朗人耍美国人，伊朗人是巴不得谈判，他只是想提条件，让特朗普让一步，他好有面子，好像国内的谈判还印度的谈判们，全世界的谈判们树立他这个硬汉形象。特朗普又失败了，无非就想说明这个。结果特朗普人家不上当，寸步不让，没空陪你玩这个游戏。所以伊朗这个阿拉格齐没办法，又向美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还要接着谈呢。不是美国人追着伊朗谈，是伊朗人追着美国人谈，生怕美国人不感兴趣，一翻脸掀桌子。所以伊朗人既要又要的心态大家要把握，既要跟美国人谈，不能让美国人急了，又要向伊朗国内的谈判们显示，对吧，强硬。根据这个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驻德黑兰记者报道说，谈判框架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确保战火不会在伊朗和黎巴嫩重燃。在这一阶段，一方不会讨论其他议题，也就是第一个阶段，你美国你先赌咒发誓，你以色列也赌咒发誓，你不能再打我们了，你先赌咒发誓，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不会再打了。先把这个谈明白了，咱再谈后面的。那你说美国怎么可能同意呢？你不扯淡吗？美国说我有动武的权利，随时动武。这个伊朗人说，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方拟与阿曼方协调，推动建立管理这一战略水道事务的新法律框架。这就是叫白日做梦，这就还没打醒，这是越打脑子越糊涂。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计划，报道说伊方只会在前2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按照这个谈法，这伊朗人就可以宣布他胜利了。特朗普怎么可能答应呢？特
特朗普说的就2条是吧？一个是你承诺不搞核武器，把60%丰度的400多公斤的油交出来，这是最低限度的，先别扯是吧？如美国对伊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将为第2轮美伊谈判奠定框架性基础。当然，如果美国维持原有立场，地区局势将持续紧张。大家如果把中东，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图打开一看就知道了。这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半岛尖尖的那个小角上是阿曼的，但是阿曼它有小角嵌在叫什么卡塔尔，跟阿曼的大部分领土它是隔离的，也就是像加里宁格勒一样，是个飞地。所以说阿曼人很直接，如果想在那儿建立什么共管，那我们只是一个飞地，跟本部领土这中间隔着一大片的这个领土，所以需要卡塔尔同意。那卡塔尔背后好像又是沙特，对吧？这事情非常复杂。这个以色列 C14 频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披露，就在他取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巴基斯坦会谈的行程后，德黑兰在短短10分钟内就匆忙提交了一份全新的大幅改进的提案。特朗普嘲讽了伊朗试图取悦华盛顿的举动，并声称德黑兰的领导人正争相退位，谁都不愿在2层领导层被消灭后接手指挥权，这使得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协议谈判中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1号前，也就是在希尔顿酒店枪响之前，向记者详细描述了导致伊朗立场迅速转变的戏剧性事件经过。特朗普解释说，德黑兰最初的提案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这导致他决定取消原定前往巴基斯坦的代表团。特朗普用以下言辞描述了这一外交举动：他们提出了很多东西，但还不够，他们给我的文本应更好。有趣的是，就在我取消会谈后10分钟内，我们收到了一份新文件，要好得多。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长途飞行和无意义的讨论上浪费时间，并期望伊朗方面主动来争取它。没有必要等2天，让人们飞行16、17个小时。我们不打算那样做，但他们想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关于伊朗的内部状况以及他应该与哪位领导人打交道，总统就是特朗普以轻蔑的口吻补充道，他们可能正在争夺领导权。在很多情况下，我认为他们争着不当领导人，因为我们已经消灭了2波领导人，但我会与任何必要的人打交道。伊朗对取消行程做出的反应速度，证明了伊朗的绝望之声。处于经济和非军事围困下的政权意识到，特朗普随时准备放弃谈判桌，这迫使他们立即改进提案。通过取消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特朗普实际上拒绝使用中间人，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就必须在美国的条件下直接与白宫接触。美国已经从试探性外交转向了决胜外交。特朗普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他并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协议，而伊朗正处于其历史上的最低谷。几分钟内就提出好得多的提案，表明伊朗政权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所有王牌确实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这是以色列 C14 频道报道，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比较靠谱。虽然印度的谈判，比如胡锡进老师把伊朗的这种6000年文明这种谈判的极限博弈描述成什么不对称优势，在实力碾压面前，这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用，对吧？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些阴谋诡计只能在双方实力差不多，对吧？偶尔也可能凑效一下。好了，特朗普马上开会了。据美国数字新闻网阿克西奥斯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与负责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事务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当前美伊谈判僵局以及在冲突中可能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什么意思啊？就是开战呗。今天特朗普就召集会议，今天恐怕就决定打不打。先让万斯发言，对吧？万斯，你先说说什么意思？你不是主张要跟伊朗谈判吗？你能谈出个啥出来，对吧？你跟伊朗人谈判，你就是瞎耽误时间，都已经谈了40多年了，这个没毛病吧？你谈了47年了，
有啥用啊？对吧？你不把他打服有啥用？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还在威胁恐吓中东的那些王爷国，敦促伊朗南边邻国认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对邪恶势力的虚假承诺保持警惕。这个穆吉塔巴通过官方社媒账号说：“我们仍在等待你们做出适当回应，以展现彼此间的兄弟情谊与善意。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你们摆脱那些傲慢的强权时才会发生。他们从不放过任何羞辱你们、剥削你们的机会。”你说这个神棍政权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先是给周边国家一顿炸，炸完之后，在联合国要求这些周边国家给他赔偿，赔偿完了之后，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堵了，这周边国家石油出口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现在还要求他们要跟伊朗站一块，你说简直是还没睡醒。周边这些国家恨不得的吧，美国赶紧一鼓作气把它灭了完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那个卡尼他说，抵抗阵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团结。今天抵抗阵线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固。目前的重点是支持真主党以及抵抗阵线其他组成部分。历史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任何战争中都未能实现其目标。黎巴嫩南部的失败是这一历史模式的延续。这好多盘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抵抗阵线就是盘盘们喜欢说的这个抵抗之湖。我举例子，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有合法政府，对不对？黎巴嫩合法政府眼中，黎巴嫩真主党就是非法武装。黎巴嫩已经明令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禁止在黎巴嫩境内活动，要求黎巴嫩真主党放下武器。比如说哈马斯也一样，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有政府，巴勒斯坦政府也是不承认哈马斯的。所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圣城旅还在搞什么抵抗阵线，就冲这个把它灭了没毛病啊，就冲这个这战就停不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由以色列国防军人员负责操作，以协助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威胁。此举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通电话后实施的。随后该系统成功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发射的导弹，这个可不一般。首先是以色列这个铁穹系统首次在其他国家使用，以色列人自己研发的这个铁穹系统，那是叫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保命用的，一概不外出。这一次他拉到第三国用去了。第二个，这个铁穹系统一出国，居然是阿拉伯国家王爷国。这说明什么？说明阿拉伯很多人家愿意跟以色列联手来对付伊朗，不是什么阿拉伯兄弟。伊朗跟阿拉伯国家是中东国家，是叫阿拉伯兄弟，你别扯淡了，对吧？人家宁愿跟以色列结盟，要防你伊朗，这叫神棍政权。伊斯兰革命这个卫队，就是阿拉伯人愿意跟犹太人结盟，你防你伊朗。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告知巴基斯坦，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其持续不断的威胁，伊朗或许能说服强硬派人士，现在是重启谈判的时机。也说明这个伊朗人真的是没辙了。伊朗的这个穿西装的，说白了就是让巴基斯坦转告一下特朗普，注意言辞，也就是你特朗普能不能说点软话，说点软话，我这边好去说服这个强硬派人士。你看看特朗普服软了，咱们给他个机会重启谈判，机会就来了。但是特朗普不是那种人，特朗普是面子和里子他都要的人。美国以往的总统恐怕是要实际利益的吧，要里子，面子无所谓。但特朗普是面子和里子他都要。阿拉戈齐接下来就去了这个莫斯科，要跟拉夫罗夫还有普京会面，这个也是个不祥之兆。为什么？大家还记得这个2023年10月7号阿克萨洪水行动吗？这个哈马斯在以色列搞了恐怖袭击，以色列发动报复以后，这个哈马斯不就去了莫斯科吗？好像2次到莫斯科跟普京面谈，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哈马斯就覆灭了。现在你看惨成什么样了？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又跑去找普京，结局是一样的惨。普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好吸引火力，减轻俄罗斯的负担，对吧？那他出的主意一定是你伊朗接着干，对吧？你这强硬，你像特朗普服软没有前途，
你就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就得跟美国对着干，美国马上就坚持不住了。伊朗将就谈判和停火与俄方磋商。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26日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27日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阿拉格齐将与俄方就美伊谈判情况、停火问题以及冲突事态发展进行磋商。说白了就是正义联盟的三弟找大哥商量去了。那你说还能有好吗？大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三弟去吸引火力。关于二哥，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二哥本可以向伊朗提供大得多的帮助，我并不是很失望，因为我们也向人们提供帮助。二哥或许向伊朗提供了帮助，但我认为并不算多。什么意思？也就是特朗普想明白了，对吧？你想杜绝二哥跟三弟之间的关系，那也不现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二哥现在对三弟不算过分，美国是能接受的，没有什么非分之举，没有什么让特朗普很生气。也就是特朗普不否认二哥恐怕向三弟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这个帮助能接受。我们再看看这个三弟国内，伊朗也是被美国炸昏头了。近日，伊朗马什哈德的烈士纪念币这个墙，就是伊朗人把最近被美以炸死的这些领导人的画像刻到那个墙上去，纪念墙，也就是死了的人，对不对？挂墙上了。结果伊朗官方把穆杰塔巴的像也挂墙上了。这好比他百度百科或者他个人的自媒体账号变成黑白的了，就这意思啊。照片是黑白的，挂墙上了，那你说这几个意思？是死了吗？穆杰塔巴的这个照片和已经身亡的哈梅内伊还有其他的将领，也就是比如拉尼贾尼什么这些人并列放在了一起，从而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也就是说，穆杰塔巴到底是死着还是活着？如果活着，你这么干，你不咒他死吗？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及国家媒体尚未就该壁画事件发布任何澄清或回应。伊朗的安全会议秘书就拉尼贾尼不是去他女儿家吗？然后被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导弹给击中。据拉尼贾尼的弟弟是伊朗什么部长，拉尼贾尼的弟弟说啊，拉尼贾尼多惨啊！迄今为止说拉尼贾尼只有一只胳膊是完整的，找到了，剩下的其他的身体部位没找到，也就炸没了、气化了，或者是怎么着了，反正是只有一只胳膊。你说这叫什么事？这多惨吧，多吓人吧！有消息称，美国正在考虑对被认为阻碍美伊谈判的伊朗高层实施暗杀，其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这是传闻，但是我觉得咱们早就说了，这特朗普就是耽误时间。上一轮第一轮谈判就应该接着炸，把这个卫队再清洗一轮。你这样，你谈判谈出来成果才能执行。你目前这个情况，你让那个穿西装的，让阿拉格齐，你让他委曲求全，两边说瞎话，两边求饶，搞出一个协议签了，有什么用？回去没办法执行。这个问题就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特朗普要签任何协议，要想能够成功的执行这个协议，你必须把伊斯兰革命卫队给他再削弱，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否则就是耽误时间。伊朗国内有专家说，美国一直在进行针对伊朗的气象战。伊朗水资源气象专家，以色列和美国拥有制造干旱的能力，他们已经对伊朗实施了40年的气象战。他透露了卫星数据显示，从地中海进来的云团本应进入伊朗，却突然偏离了航线。伊朗水资源气象专家是在电视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在电视台一个节目上说的。反正印度的人不陌生，印度网友经常听印度的专家说，动不动干旱或者是下雨或者地震或者雾霾，还有雾霾，都是美国人气象站，没毛病。这从这一点也能体现出，也叫一切责任在美方。伊朗也是这个态度，一切责任在美方。这个印度专家是最喜欢干这事的，一切责任在美方。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他在说什么。这个佩泽西奇向伊朗人民喊话，说我对我们亲爱的人民有一个简单请求，请他们减少电力和能源的消费。目前我们不需要这些亲爱的人民牺牲生命，但我们需要控制消费，在家里如其点亮10盏灯，
只点亮2盏灯，这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敌人围困我们的基础设施，是为了让人民不满，是将人民现在的满意转化为不满。这个佩泽西讲很有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伊朗的老百姓，你少吃一点吧，少喝一点，少用一点电，节能，一起渡过难关。这就是啃树皮也要扛3年，就这意思啊。你现在家里点3盏灯，你不如就点1盏灯，不如不点，对不对？天一黑就睡觉，点什么灯？节约能源。伊朗国内市民通过向伊朗国际发送消息表示伊朗国内的状况非常糟糕，如官员们所宣传的相反，国家正在走向毁灭。面包店里的塑料袋已经涨到了每个7000托曼。还有伊朗人谈到经济工作和状况，工作人员失业问题时说拉贾伊码头已告知司机们不要再上班，因为船只已停止往来。就伊朗国内大量的人失业物价飞涨，总统呼吁大家少吃少喝少用电，没事睡觉。就这个怎么跟美国人扛？胡锡进老师还说美国大乱，美国扛不住了，到底谁扛不住呢？其实这一切不是美国人，更不是特朗普，归根结底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毛拉政权，是这个肿瘤，他在汲取伊朗这个营养，是个怪胎。伊朗人自己勒紧裤腰带向外输出革命，这是为什么呢？而输出这革命，其他的国家对吧都是非法的，这又是为什么？而印度的盘盘对吧对这种行为鼓掌叫好，这又是为什么？哪一天伊朗的这个革命输出到印度该怎么办？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